徛在地看世界，来看香港版的国安法生效了后，这个香港人随时拢有可能因为言论去互抓去关。所以主张香港民主自决的社运团体香港众志党宣告解散。这个创党的主席罗冠聪离开香港，到美国的众议院的听证会去作证，伊来指控着北京用恐吓、用高压的统治的手段，搞政权自治的香港变作中国另外一个城市，让香港自治沦为一个假象。透过选举当选，但是香港法院用宣誓无效的理由裁定4位反民派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，其中这位就是社运团体香港众志创党的主席罗冠聪。当初香港众志2016年成立，创党的宗旨就是推动香港的民主自决，希望2047年的时阵，邓小平保证香港50年未改变的期限来临的时阵，会当争取到香港人前途自决的机会。但是国安法和一切幻灭。This is basically the end of one country, two system because there is no more two system, no more firewall between the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in China. 港版的国安法30号生效了后，罗冠聪嘛离开香港，伊温馨的所在无对外公开，但是伊讲会继续为香港的民主发声。That will definitely be vocal and ac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.And deliver Hong Kong people's demands and their voices. 已经离开香港的罗冠聪，伊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主持的外交委员会听证会顶讲，若是讲即马香港还有高度的自治，这是假。It hopes to preserve the illusion that the city is still autonomous.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not be confused. 香港的自治已经向毁掉，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士按算讲暂时稳重，等待适当的时机，才搁为香港奋斗。